在生死中了脱生死大事。江景英。一、前言。百年世事三更梦，万里乾坤一步棋。师尊曰：烦恼的代志，生死上大，成功的意义第一就是完成自己世间烦恼的事有什么？师曰：身体还健康吗？生命还坦荡吗？事业还顺畅吗？家庭还幸福吗？不管怎样，生命大事皆要周详。五祖曰：世人生死事大，汝等终日只求福田，不求出离生死苦海，自信若迷，福何可救？上天为了兄弟姐妹生死大事降下了真理天道，信理真传，将道来普传，为了我们能够了脱生死。佛为了兄弟姐妹生死大事降生在世。二、为何有生死？有生必有死，每一个人一旦出生就已经被判死刑了，只不过何日被执行，不知道而已。盖生死簿上的更改日子，我们没有机会去过目之故，如此的生死必然性。人生就像一台刹车失灵的车。院长大人曰：昨日匆匆岁流亡，今日吵吵斩无常。人生是一个大舞台，生死轮回如剧本，导演是自己。古今中外英雄豪杰的生死观。孟子曰：死有重于泰山，亦有轻于鸿毛。其实生的真谛是在于服务人间，死则意味着服务人间的时间已完结。心念的生死。为何有生死？被蒙蔽、污染了。最上乘论，一切众生迷于真性，不识本心，种种妄愿，不修正念，故即增爱。心起，以增爱故，则心气破漏，心气破漏故，即有生死，有生死故，则诸苦自现。心有了生死，一念心动则入生死，妄念不起，则超生了死。心的起心动念，对待好坏、善恶、升降、佛魔不两立。落在是非对错中，落在争名夺利中，落在我执我见中，落在自以为是中，落在要求埋怨中，落在愚痴无明中，落在纷扰诱惑中，落在懈怠退缩中，迷真逐妄。诗曰：人心徘徊至不尽，迷失西东。命运周旋因果动，无限时空。戏剧续演生死恋，情欲放纵，终究沉溺名利江，漂流匆匆。世路沿靠烦恼山，痛苦重重。走过缠绵恩爱村，继续前冲。人心徘徊至不尽，迷失西东。桎梏好挂爱财色名食睡地狱五条根。命运周旋因果动，无限时空，这是命运来自因果。命运夭寿穷通，喜怒哀乐，思怨情仇。命运来自过去，现在接受。缴贷款的利息钱是因为杀害、冤枉、伤害造成的，这是所接受的无形遗产。命运的坎坷，身体的坎坷，事业的坎坷，家庭的坎坷，
领利息，永远有利息在人间。圣人仙佛如何了因果？只有发心忏悔，行功立德。戏剧续演生死恋，情欲放纵。一片白云横谷口，几多归鸟尽离巢。人自无始以来，为何一直在生死苦海中徘徊流浪不知归处？就是一直着于如痴如幻如梦如醉的世间假境中，迷失了自我。世人常言，人生如戏，你只管尽情去演，但别太入戏而忘了真正的自己。为何续演生死恋？无知无明蒙蔽，以假为真，以苦为乐，以不净为净，以无常为真常。仙佛曰：如何演好你自己？自己当家是谁导演这场戏？戏中演好你自己。不管你是生旦净贵丑，都要尽力，不能丝毫假意，全心扮好自己角色。每一出戏有结局，故事感人，让人流下泪滴。终究沉溺名利，将漂流匆匆。世人想要拥有，贪求无厌；圣人想要放下，拥有包袱重地狱，放下一生轻天堂。世路沿靠烦恼山，痛苦重重。清净经，众生所以不得真道者，谓有妄心。既有妄心，即精其神，即精其神，即着万物，即着万物，即生贪求，即生贪求，即是烦恼。烦恼妄想，忧苦身心，便遭着辱，流浪生死，常沉苦海，永失真道。颠倒一言，颠倒一步，颠倒一念，颠倒一时，把烦恼转入菩提。走过缠绵恩爱村，继续前冲。师尊，忏悔我自扰情爱，牵扯六亲缠绵。如五祖、弘忍大师、释迦牟尼佛、南海无佛、老前人等。诗曰：爱的痴迷叫做执着，情的眷恋叫做困求。我们不要被情所困，由小情化作大有情，由小爱走向大爱。黄南阴云：在人生熙熙攘攘，起起伏伏，在生命中真真假假，恍恍惚惚。命运坎坎坷坷，反反复复，修道清清楚楚，零零如如。六祖曰：菩提自性，本来清净，但用此心，直了成佛。自性本自具足，本自清净，本不生灭，本不动摇。三、上天赐给我们自性三宝。佛清净，法公正，僧有情。总之，今天会有生死心病了。自性若生死，被心所缚，不能做自己的主人，活在过去的恩恩怨怨，别人的不肯定，不能转念，不能放下，心中有毒，颠倒妄想。四、如何超脱生死？圣人三藏12部经多次的乘愿而来示现人间，如师尊师母、圣训、家乡信书、五教圣人等启示。
六祖云：一切众生自闭光明，贪爱沉静，外缘内扰，甘受驱驰，便劳他事。尊从三昧起，种种苦口，劝令请息。院长大人云：要知道生从何来，死从何去。生的意义，死的价值。生由人道，死由天道，生是可喜，死是可贺。一朝求道，非是逃避生死，乃是面对生死。一朝得道，非远离生死，乃为超越生死。此时此刻气氛酝酿着生死的庄严，此时此刻场面排演着生死的内容。是孤寂无畏，或多彩多姿，生死大事各自主宰。相信生死一梦，以求永生。精进南极仙翁曰：认真不过于生死。诗有三不弃：不弃情，用至情来感化自己的痴迷；不弃理，用至理来教化自己的无知；不弃法，用至法来度化自己的顽固。真理是醍醐人间极品，生机无限。精进真理之洗礼。永嘉禅师云：大丈夫震法雷，敲法鼓，辩辞云溪洒漏。秉慧剑，般若风息。金刚焰，非但能摧外道心，早曾落却天魔胆。用真理来转自我之法轮，从自我的愚痴修成美妙智慧之顿开，从自我的懈怠退缩修成勇猛精进之人才，从自我的烦恼妄想修成知足常乐之单纯，从自我执我见修成接受包容之良策，从自以为是修成低心下气之品德，从指责别人中修成自我圆融之原则，从自我从纷扰诱惑中修成生活禅定之主宰，从自我软弱无力修成龙象的精神。永嘉禅师云：龙象促踏润无边，三圣五性皆醒悟，转因果之法轮。过去现在未来，我们要抽心指背，260中忏悔，发心很久，发愿让我们在因果命运了找到一条出路，从夭寿穷通中修福慧双全之缘分。修福不修慧，福中也造罪；修慧不修福，慧中也糊涂。透过闻思修三部曲，从因果业力中修成消冤解孽之积极，转生命之法轮，知命、认命、运命、创命，宿命归命途，生命为造福。栗子、刘明、邱长春。南极仙翁云：方向盘把握住回头的归宿，人间道记录下人我的抱负，龙华会恢复回永恒的幸福。仙佛曰：在心中破除一切迷，在生命中精研一切理，在眼前关切自己，在手心握住时机。末后依着习未言，名人在此诉一番，渔夫时的还乡道，生来死去见当前，转心之法轮。六祖曰：不识本心，学法无益；若识自本心，见自本性，即名丈夫，天人师。佛
三界为心，万法为识。心地观经，三界之中，以心为主。十法界，佛、菩萨、缘觉、声闻、天道、人道、阿修罗道、地狱道、畜生道、恶鬼道，一切为心造。永嘉禅师云：学道之人不识真，只为从来认识神，无量劫来生死本，失人幻，作本来人。心地观经，能观心者，就近解脱；不能观者，就近沉沦。历劫修行，不如一日明心见性，横梭妙法，不出心地法门。六祖曰：佛向性中作，莫向身外求。自性迷即众生，自性觉即是佛。慈悲即是观音，喜舍名为是智，能尽即是家，平直即弥陀。人我是虚迷，邪心是海水，烦恼是波浪，毒害是恶龙，虚妄是鬼神，尘劳是鱼鳖，贪嗔是地狱，愚痴是畜生。如何转心？心意用功夫。达摩西来一字无，全凭心意用功夫。定静安律的沉淀，抓包的故事。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，时时勤拂拭，勿使惹尘埃。点燃心灯，法轮常转，从觉醒中来觉悟，从明白中明理，从反省中反求自己。南极仙翁云：观自在，心切莫流浪，速速修行自有主张。观自在，心切莫顽强，速速修行珍惜时光。观自在，心切莫荒唐，速速修行利益十方。观自在，心切莫彷徨，速速修行回归天良。观自在，心切莫放任，速速修行掌握生死，超越生死。5. 结论。诗曰：生死的大事不要一天过一天，生死的大事不要1年过1年，生死大事不能耽误。诗曰：为了真我而提起精神，为了传道而放下舍身，为了三曹而付出一切，为了解脱而道途认真。南极仙翁云：因为老了，所以要趁早；因为老了，所以要做好；因为老了，所以要知道；因为老了，所以要逍遥。越老越宝越力量，越轻越好越保障。老有所终，功德歌颂，人生不留空洞。相知相契同修共伴。言明镜。1. 前言。我们都因一大事因缘而相会。以前佛有一大事因缘，皆要其庄中正，诚心沐浴，恭恭敬敬才能成事。单打独斗与闭门造车的修办观念，容易使道场日益萎缩，慧命断绝。2. 相知以德，其免同修共伴。人之相识，贵在相知；人之相知，贵在知心。许多人总是目前拥有的，不觉可贵，不知道哪一天失去了某一段缘财，来悔恨后悔，怕到时为时已晚，后悔也于事无补了。要如何达到不后悔呢？就要
把握当下，珍惜每段缘，这正是所谓的习缘。相互认识、理解、接纳，是一种在交往中伴随始终的心理过程，因而如何达到彼此的认同和理解，避免误会和偏见，这是保持人际关系和谐最基本的条件。多去关心别人，去关心别人的时候，自然而然就知道他需要什么，他心里在想什么，不用问他，他就会告诉你，这叫做现代的他心通。相知以德，共伴共成。对于修行的人来说，德行乃是无上的至宝。借着同修之间的相处，来磨练你的心性、脾气、毛病，借着同修之间去圆满自己，圆融众生，圆融你的愿，圆融你的使命。每一个人都必须处在团体之中，假若不跟其他的人合作，将会很难有所成就。尤其是修道、办道，把每一个人的心团结起来，才能够创一番大事业。团结这颗心要驱除我见，若太执着，将很难融入道场中。我们佛堂道务有没有进展？原因在哪里？症结在哪里？那为什么会有埋怨，会有不平衡呢？为上者没做到慈悲，为下者没做到恭敬，上下不一条心，那才会有埋怨。整个佛堂没有半点朝气，没有半点温暖，就没有人喜欢回来。在同修共伴中要有共识，因为我们是在群体里面生活，而要有共识就需要沟通。我们要手牵手，心连心，达成一样的共识，不要再分彼此，也不要再论短长，这个世界已经够苦了，不要再制造一些纷争，好不好呢？同心才能成为一个圆，同德前途才能光明，才能呈现最真实的自我。最真实的自我就没有分别心，要永远守住这样的一颗心。大家都是同修，彼此要互相提携共勉，遇到困难大家一起帮忙，不分你我。患难之中才能显出道之尊贵，在受苦当中才能体会出人生的无奈。3. 气应天恩师德，使智点亮烛光，至诚应心。万事万物都有禅机，只要平时多体悟，就能领会于心。你跟仙佛之间没有交流吗？在你最至诚的那一刹那，你的心里会有一股暖流流过来，就是你们的良知良心。在你的良知良心发现的那一刹那，你找回它了，你就能感觉到有道在那里，就在你所作所行所言。当下你的磁场跟上天河的时候，就是所谓的心心相印。所以一个人要常秉存正念，你的磁场跟仙佛相合，你就能够慢慢的跟仙佛相通。所谓磁场即是你的心念、心态、理念。人的心没有太多挂碍、烦恼，当下就能和仙佛契合。有些人说这是心诚则
领。那种契合就像父母和小孩一样，不求回报，疼在心里，不忍小孩受苦。天恩师德浩瀚，沾了天恩，咱们才得以重生，得以修道，得以办道，咱们得到多少上天的慈悯，还有诸天仙佛的谆谆教诲。我们偏了，仙佛就来提醒提醒；我们迷了，仙佛就来指点指点；我们退了，仙佛就来提携提携。这一切不都是天恩吗？师尊担此三曹重任，好像太阳一样，带给大地众生智慧和光明，向大汉降了法与甘露，滋润众生干枯的心田，即常养善根，像船长一样指引迷津，让众生登到彼岸。师尊、师母给我们立下了典范，表现了大无畏的精神。希望我们身为后学弟子的，要好好效法一番。我们都沾到了天恩，能够求道，有了这个道场可以办道，行功了愿啊。这些都是怎么来的呢？我们有多少的前人，有多少的前辈，他们让岁月带走了他们的光阴，一年一年，一天又一天，献身于道场，利益于众生，才换来了今天啊。今我们踏上了修道这条路，大家要用心回想回想，前面的人是如何走过来的，后续的人又要如何帮人铺路呢？以后咱们都要好好思考，什么叫做继往开来，一代传一代，上一代传给我们，我们就得把它巩固好，再流传给下一代，点亮烛光。现在社会最缺欠的是什么？爱心。希望徒儿共同培养一颗充满力量、流淌光明的爱心，去造福人群，去照耀这黑暗的末日。人人都知道，都感叹社会黑暗，但是没有人肯去为黑暗的社会点亮一盏灯来照耀社会，所以他们只知道探视。探视不如救世，你就是必须要设法点一盏灯，照见你自己，也照亮别人，这叫做救世。探视不如救世，救世不如点灯。我们要散发一份热，才会有一份力量出来，如果那份热不散发出来，如何温暖自己，温暖别人？如果没有办法温暖自己，那自己不是觉得被冷落、被冷漠，好像被别人抛弃，自己都不看重自己，不爱惜自己，那谁会爱护你？所以首先要爱护自己，再爱别人。我们奉献出自己的时间，就有千百万人能沾到光荣，是千百万人能得到天恩的浩瀚，能求道，能修道，能回天啊。咱们自己牺牲又如何呢？牺牲不过只是一个自己，但是却可以救度100个人、1000个人啊。即使我们的兄弟姐妹有所偏差，有过失，也不容许我们去批评他，去排斥他，去检点他，我们更应该去同情、可怜他，包容他，教导他，规劝他。
风风雨雨谁不怕，是是非非谁没有，失败挫折谁没有，可是难道就因为这样而不修道办道了吗？我们要记得，我们可以重来，但是不能退步呀。这是咱们的理想，咱们的抱负，千万不可以退缩。不要忘记了，我们还有九玄七祖，还有众生在受苦，也别忘了，我们还有自己的誓愿没有了。这么多的众生没有救度，我们怎么能这样停止脚步？怎么能认输？怎么能退步呢？4. 结论：希望你们把自己的心声融在道场，上天时时都欢迎你，众生时时都对你有所渴望。希望共同沾到我们的道光，希望共同沾到幸福的温馨，不管你我是星星或是月亮，同样是白羊会上的元朗，何须分彼论此？何须把自己置之一旁？来吧，有份有缘，共同伸出一手，共同来把圣业开创，共同来把周儿摇动，共同来把这世界美化，共同来美化人人的心灵，不需犹疑，不需迷惘，我们要自告奋勇，我们向前勇往，共同勉励，一直到达龙华会上年学界天人合一班，一心了愿矢志不移。游书美。1. 前言：师尊云，汲取前人的壮烈心血不断，把身捐训感召河山。圣老前人，大舍大的，不舍不得。何老前人，五大牺牲。牺牲财产尽尽为大义，牺牲名誉难堪为大人，牺牲家族情爱为大慈，牺牲生命不顾为大勇，牺牲功果不计为大智。2. 一心是佛心，信我是佛，何处觅佛？诗云：修道修信念，信是修道的基础。我们要相信道真、理真、天命真，能够肯定自己，才能魔所挂碍。所谓一念相应一念佛，念念相应念念佛。经云：心、佛、众生三无差别。佛是以证悟的众生，众生是为修正的佛陀。此心是真心，不是妄心，不增不减，不生不灭。佛与众生觉性无二，直同而量异。众生沉睡于四生六道中，从未真正清醒。诸佛菩萨用各种方法唤醒我们，唯有清醒才能真正的活在当下。3. 了愿即了命，愿不能了，难把相还。愿是原来的心，亦是与佛心心相应的心。众生待业往生如石头海，须即愿力，不至沉沦。发愿是修行的助缘及动力。师尊云，立愿是给自己一个发心，向上天表白，给冤欠一个交代。古佛云，虽经千百劫，所作业不亡，因缘会遇时，果报自当受。4. 考验生智慧，行到水穷，坐看云起。玉不琢，不成器，佛法既然在世间，
当然会有很多考验，能欲尽转念共系大道体，才不负天恩师德。师尊云：真道真考古难移，有情无情是根基。纯阳大地，迷雾间不让生命进退时不落深渊。5. 结论：事不可以不弘毅，任重而道远，人以为己任，不亦重乎？死而后已，不亦远乎？年学界天人合一般，道学用语词汇。理一章。二义，了义与不了义。了义是说理非常透彻究竟的意思，如宣说真实义理的大成经。不了义是说理不透彻和不究竟的意思，是指为方便而说的经典。二爱，欲爱与法爱。欲爱是凡夫们对五欲的贪爱，法爱是菩萨们对正法的喜爱。二道，难行道与易行道。凡依经教，在此土积累功勋，断惑正真，修因得果者，皆属难行道舍。凡依念佛法门，往生净土，于彼国中，仗佛威神，终成正觉者，皆属易行道舍。有漏道与无漏道。漏是烦恼的别名，有漏道就是带有烦恼。不清净的道法，如三圣行人在见到真理以前所修的一切行法，无漏道是无烦恼集。清净的道法，如三圣行人在见到真理以后而顺着真理起修的一切行法。二语，又名两舌，即搬弄是非，离间他人。二寂，涅槃寂与生死寂。寂世界的意思，小乘人是生死与涅槃有分界，但大乘人体悟诸法性空，是生死即涅槃，无界限可分。二漏，有漏与无漏。漏是烦恼的别名，有漏就是有烦恼，无漏就是无烦恼。二谛，俗谛与真谛。俗谛又名初谛或世俗谛，即凡夫所见的世间事相。真谛又名第一义谛或圣义谛，即圣智所见的真实理性，亦即内证离言法性。二余，深深的苦果与烦恼的残余，叫做二余，若加上业的残余，便叫做三余。二谈，世间谈与出世间谈。世间谈就是凡夫的布施，或圣人作有漏心的布施。出世间谈就是圣人无漏心的布施。二藏，经藏与律藏。经藏是佛所说的经文，律藏是佛所说的戒律声闻藏语。菩萨藏。声闻藏又名小乘教，即说声闻缘觉二圣教里的经典，如四阿含经等。菩萨藏又名大乘教，即说修行菩萨道的经典，如华严等诸大乘经。二障，烦恼障与所知障。烦恼障又名惑障，即贪甜痴等烦恼，能使众生流转于三界之生死，因而障碍涅槃之业，故名烦恼障。所知障又名智障，即众生有无明邪见，无明邪见能覆盖慧解，令不聪利，因而障碍菩提之业，故名所知障。事障与理障。
贪、甜、吃等烦恼能使生死相续，障大涅槃，名是障；邪见能爱正知见，障大菩提，名理障。二德，智德与断德。智德即菩提，因菩提能透视一切的事理；断德即涅槃，因涅槃能断除一切的妄惑。悲德与智德。悲德是诸佛菩萨利他的德行，智德是诸佛菩萨自利的德行。信德与修德。信德是自性本具的德，修德是用功修来的德。二正，是正与理正。在三学中，修戒学是正，修定慧二学是理正。二护，内护与外护。内是指自身内在的心，外是指外在的亲人眷属。二觉，本觉与始觉。本觉是本有的觉，非是修而后的，九界众生皆有此觉。虽经无量劫的生死流转，而不动不变，与佛无异。始觉是因为本觉随缘现垢染相，又因为一相垢染，今日开始悔悟，生起决心，所以谓之始觉。其实本始同，是一觉。譬如油灯，原是光明的，此名本明，中间一度被风吹灭了火，成黑暗现象，此名不明。后来又把它再点亮了，因为第二度的明是暗后复明，所以明。谓始明，其实本名始明，其名相同。等觉与妙觉。等觉是与佛差不多相等的觉悟，妙觉是微妙至极的觉悟，也就是佛的觉悟。自觉与觉他。自觉是使自己觉悟，但要把界内见思或与界外尘沙无明或悉皆断除，才是达到自觉的地位。觉他是将自己所觉悟的真理转而觉悟他人，此二觉圆满，就称为佛。二观，事观与理观。事观是观察一切因缘生的事相，理观是观察一切事物的理性。二边，指长断二边见。无常误认为有常是常见，非灭误认为断灭是断见。有边与无边。边是边际的意思。世间一切的事物，必假众缘和而生，无有自性。虽无自性，但不能说是无，是名有边。又世间一切的事物，即假众缘和而生。缘无自性，无自性，则一切法皆空，不能说是有，是名无边。二边中间无碍，受五蕴身心是一边，解脱五蕴身心又是一边，受了今之五蕴身心后，中间因修八正道而解脱了后之五蕴身心，这就是由此一边经过中间，而到另一边，三者相关联，而性相接济，无可取者，名二边中间无碍。二禅，四禅之一，即色界二禅天的禅定，其境界是定心细微，无寻思的心所。于三受中只有喜乐的二受。二禅天，修成二禅的人所住的天界，在色界的第二众，共有三天，即少光天、无量光天与光阴天。
在此二禅天的天人，因无寻思的粗动，所以能够避开劫末的大火灾，但因为心中还有喜乐的念头，所以不能避开劫末的大水灾。二真如，随缘真如与不变真如。随无明之缘而起九界的妄法，是谓随缘真如。虽随缘而为妄法，但其真性不变，叫做不变真如。因随缘真如故，真如就是万法；因不变真如故，万法就是真如。有垢真如与无垢真如。有垢真如是众生所有的真如，无垢真如是诸佛所显的真如。在禅真如与出禅真如，此是有垢真如与无垢真如的别名。生空真如与法空真如，空人我之后所显的真如叫做生空真如，空法我之后所显的真如叫做法空真如。依言真如与离言真如，真如之体本来就是离言词之相与心念之相，叫做离言真如，依假名之言说而显其相，叫做依言真如。安立真如与非安立真如，此是依言真如与离言真如的别名。二法身，经光明经所说的理法身与智法身。理法身者，诸佛与众生同具的本觉理性，在众生为无明所隐没，在诸佛则为使觉之智而显现。智法身者，使觉之智究竟与本觉之理契合。菩萨璎珞经所说的果集法身与应化法身，果集法身就是法性法身，应化法身就是方便法身。璎珞经所说的自性法身与应化法身，自性法身就是真身，应化法身就是应身。谭鸾所立的法性法身与方便法身，法性法身是证得法性理体之佛的真身，摄在三身中之法身与报身中，方便法身即是由法性法身而示现的种种方便化益众生的应化身。圆照所立的理法身与事法身，理法身就是如来所证的真理，事法身就是戒定慧等五分功德法。义和盛堂活动概况。一、活动预告。月日，学界4年教育研究班。月日，中秋节特别节目。月日，人才在教育亲上。月日，大状元读经会考。月日，小状元读经会考。月日，学界4年教育研究班。月日，国语启慧班。二、活动概况。月日举办国语启慧班。月至日举办年国中国小成长营，除做团体活动外，授予参辞价之礼节及中西餐之礼仪，参阅图一。月日举办年轻口班供人参加，有3归3清4正去浊流清及5戒等课程。月日举办学界4年教育研究班。月日举办秋季班及常青班。常青班之课程有修道者的纲纪、浅谈学道、老年
人常见眼科疾病及教授太极拳等。编后语：陈前人出生于贫穷家庭，从小刻苦耐劳，曾参加乌山头水库之建设，得以向日人总工程师八田宇一先生学到测量与营建技术，认真学习，努力工作。之后受雇于筑基组担任营建工作，光复后自行创业，卓然有成。求道后繁盛工作更加努力，当业务鼎盛时，承蒙师尊灵坛亲自复命担任麻豆丹为领导前人，复于民国年奉和老前人征召前往玉石山建设新义道务中心，并于和老前人成道后，守墓7年才回神元山。在守墓期间，抽辖前往全省有名寺庙观察其建筑，提供建设圣堂之参考。前人在领导麻豆单位时，弃凡从圣，全力推动道务，且弘扬国外。其慈悲关怀道亲修道，巨细靡遗，无为不至，无私无我境界，可说是白杨修士的风范标杆。期望我们后学跟随着前人的脚步，一步一脚印落实修道、行道及办道，以效法于万一，以为其在天之灵。院长大人灵坛赐予生死一梦圣歌一曲，为的是要让道亲知道人生一大事，要知道人生从何来，死从何去。在道亲来说，生是可喜，死是可贺的。无人求道并非逃避生死，乃是面对生死；得道并非为远离生死，乃是超越生死。无人生死均掌握在自己手中，期望好自为之。嘴淡三分力是陈前人勉励道亲照顾后学的话语，其不但是可让工作劳累的人可恢复体力、精神，在道路上亦影射后学遇到困难或阻碍时，不但是可接受前贤的开导或鼓励，又可主动向前贤请益。易经对天地、人生、修道方面具有奥妙的含义。如卦爻有天位，曰阴阳；人位，曰仁义；地位，曰刚柔，成章之道。其六爻对人生过程、人体、家庭观系、国家、都市角度、修道、修义的因缘，均有明确的论点。研究易经要有正确观念及意识，教人达到大软境界，是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书。文王所作后天八卦与先天八卦之关系，则四正卦不变，四余卦变。其含义：一说卦传曰地出乎震，其乎巽，相见乎离，至义乎坤，说言乎兑，战乎干，劳乎坎，成言乎良。其与人生之关系，正如庄子及清顺治皇帝所云：来也空空，去也空空，永远在四生六道轮回，唯有求道，使能了脱生死。四欲其修是修道士必修之课程。四欲是指德欲、智欲、体欲及群欲而言。德欲是培养明五伦、行八德之德高望重之修士。
至遇事培养智慧高超之修士，以利度人度以推展道路。体育是培养修士有丰沛之体力、毅力、精神以身作则，以达己利利人、己达达人之道路发展。群育是培养修士能承上启下，是发展道路为共同体，不分彼此，群策群力以达成任务。如此四育其修士能达成内圣外王的功夫。引迷入悟的修道士要能把自己的生死大事由自己做主，但要当心你的念头会成为你的因果。在260中把握当下。人为佛魔同体，有善念则升天，有恶念则下地狱。善恶在一念之间，要能修到随处做主，立处皆真，则尽道矣。五祖曰：世人生死事大，汝等终日只求福田，不求出离生死苦海，自信若迷，夫何可救？人有生必有死，人生是一个大舞台，生死轮回如剧本，导演是自己。院长大人云：生由人道，死由天道，生是可喜，死是可贺。三期末节道降。庶民无人三生有幸的名师一指，可经修办到了脱生死回相认。我们都由一大事因缘而相会，所以要珍惜这段缘。在学界道亲年轻无家累容易沟通，大家要手牵手，心连心以达成共识，为道业献己能，把天道传到世界每一角落，以净化人心，社会和平早日促成世界大同，是现今学界道亲的最大任务。由于和老前人的五大牺牲，将道传台湾并成为天道基地，我们只能求道成为师尊之徒儿。俗云，神仙本是凡人做，只怕凡人心不坚，成圣就凡皆由自己所选择，而今无人以求道，就要发心了愿，书示济人，遵照师尊开示，修道修心，办道尽心，把握每个当下，全力以赴，那么成道之时定指日可待。注印大德方明录年月。一、现今部分。福慧人士5本，李章远25本，李哲仁25本，陈永红25本，黄桂美25本，陈品英25本，陈少廷25本，林传志15本。陈火明5本，陈盈全5本，福慧人士25本，福慧人士5本，福慧人士3本，福慧人士1本，谢梦阳25本，谢云奇25本，福慧人士5本，福慧人士25本，吴梦画25本。廖世豪1本，翁明满25本，李瑞芬25本，杨振中25本，李信荣25本，李振远25本，王翠双25本，李正成25本，钟义华25本。二、华波楚经部分，杨德香25本。
underscore8. 因果所命求道救了命，续一。一和双月刊第8期目录年月。一和盛唐介绍。九龙半母图不达。经典背诵专栏。必考科目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编辑部。仙佛圣训。泰国四球孔孟中道院仙佛班编辑部。特别报道。天下满温情缘守住万养泰国四球孔孟中道院。承前人的话。个人修个人的个人生死，个人求了悟。李氏常家言。信李真传回乡觉路王坤德。历代祖师介绍。第5代祖师颛顼王子。道学研究。坛主人才应以至诚之心与尊师重道承上启下完成使命周前人。易学研究陈永宏。简述和老前人在绝经中周正山。律己以调和人际，对社会曾素林。人生都要学习做人编辑部。白杨天道的书圣编辑部。学艺心得刘家信。另类妈妈编辑部。道学用语词汇里一章。学界园地。推动读经，营造祥和社会周茂年前人。我们一同来读经黄从辉。仙佛圣歌。前人的爱编辑部。永远的归灭编辑部。义和盛唐活动概况编辑部。编后语编辑部。注印大德方明录编辑部。义和盛唐介绍。不达。九龙半母图参阅图一。时值三阳开泰白阳应运之际，天道大开普渡，天恩师德则被三曹人鬼先其沾上天无极老之恩典。此时义和盛唐诞立于大时代的来临，在庄严肃穆中，承接着为往圣继绝学，开万世之太平的神圣使命。而盛唐中所有建筑及文物的摆设，或及圣人经典、圣训之典故，更洋溢着天道普传之讯息与内涵。诚如孔子，圣人在易经系辞传曾言：备物致用，立象成器，以为天下利。莫大乎圣人。此单元九龙半母图是延续上单元所阐述的龙马呈祥，神龟呈瑞，也就是由和洛之真谛，让我们更能有迹可循地追溯到道的根源，毋庸置疑地在仓颉圣人未创立文字之前的年代，举凡天地间一切人文事物之传承，莫不凭借着象之延伸，相传上古伏羲圣地承蒙上天垂象龙马附图于黄河，于是就根据图中之10个数分布在1、6居北，2、7居南，3、8居东，
4九居西，510位中央而创先天八卦，观天之象，执天之道。既知孔子圣人在易经系辞传阐述着一阴一阳之谓道。既知者善也，诚知者信也，诚信存，道义之门。禹帝治水在洛河建陵龟背。附文传以9个数字代表出世人变化交易之道，而定洪范9畴，依洛书之改9律。1左3右7，2 4位间，6 8位足，5在中央。而洛书之中数只有见5，爻对。河图之50之中数，而演化出先后天同位之陈数，10在陈数中，见5不见10，而10又在其陈数中道出河图是体，本洛书是用，末有体生发用，即用体又在其中。由此河洛之中数演络出圣人在道统心法、脉脉心传之传中的最佳延伸。然而老子在道德经也记载着，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，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。天地间其犹橐越乎虚而不屈，动而越出，多言数穷，不如手中。因此九龙半母图中之自象是宇宙万物及我们灵性之本体，本立而道生，所以九龙半图之启示是上天降道普度96元人，其返故家乡归根认之重要指标，亦是俗语所传颂的道宋门庭之最佳注解。自古传说中，龙生9子各有不同，意味着天生万物各秉其性，故天生万物，有物有则。万物之中，生9窍者少，而人为万物之灵长，得天独厚，人得其全。若人能得此道者，则万物皆备于我也。人能得其一，则万事毕，则能永伴无生老。在中央之是宇宙万物及我们人类之灵性的根源。在天曰理，复人曰性。于物谓物理，于事谓事理，在人又叫性理。老子在道德经称谓有物混成，先天的，而生寂息、寥息，独立而不改，周行而不殆，可以为天下母。吾不知其名，字之曰道，强谓之名曰大，大曰是，是曰远，远曰反。故道大，天大的大，王矣。大域中有4大，而王居其一焉。人法的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，故叫天道。大道因不假造作是自然而成，所以也叫做无生老。而那9龙之9称作数之众，龙被誉为众生或元胎佛子。在这3期白羊应运之即我们务必要把握良辰佳期，赶快求道、修道、办道，才能超脱生死苦海之轮回，达本还原，归根认。也唯有斯时天时应运之到来，才能逢此机缘。这都是上天慈悲降道之恩典，诸佛菩萨、诸天神圣搭帮助道，又圣人诚愿来人间阐道，更欲
留经典作天道普传的到来之最佳见证。老子圣人在《道德经》就阐述着只有这个时代的来临，上士、中士、下士不同阶层的都可得闻大道，上士闻道勤而行之，中士闻道若存若亡，下士闻道大效之，不效不足以为道。而当我们神游一和圣堂，一开始就有9龙半母图作启示，于观览之当下，仿佛进入了时光倒流之隧道中，正奔驰在人生如逆旅的回家之路上。归心似箭的记忆起生我们灵性的老娘，正无时无刻在等待着我们这一流浪于生死苦海轮回中的原胎佛子，早日回顾家乡去团圆。经典背诵专栏，编辑部，必考科目般若波罗蜜多心经。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舍利子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受想行识亦复如是。舍利子，是诸法空相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。是故空中无色，无受想行识，无眼耳鼻舌身意，无色声香味触法，无眼界，乃至无意识界，无无明，亦无无明尽，乃至无老死，亦无老死尽，无苦集灭道，无智，亦无得，亦无所得故。菩提萨埵一般若波罗蜜多故，心无挂碍，无挂碍故，无有恐怖，远离颠倒梦想，究竟涅槃。三是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，是大明咒，是无上咒，是无等等咒，能除一切苦，真实不虚。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，即说咒曰：揭谛，揭谛，波罗揭谛，波罗僧揭谛，菩提娑婆诃。先佛圣训，编辑部，正坛师，真心印真相清真体验真理明，假水平假山绿假造多假定平，一枝草一滴漏一念起一世情，同志行同周际同道处同分灵，无乃八仙之一何仙姑是也凤，命界窍显化引生早餐，天价在问贤士可知真假，真自训中训如正坛师，假自训中训亦如正坛师。良药一帖保证一生不病。一、三宝养性根1000。二、八德通心花2000。三、六味消毒草3000。四、十愿宝器叶4000。引词：驾别贤士返天教命去，贤士们好自期许。训中训，水是水，山是山，见水是水，见山是山。水非水，山非山，见水非水，见山非山。水还水，山还山，清清楚楚，自性本然。
假警迷乱真心应真相在洞彻玄关。凡眼看红尘是真真假假不知本言。灵性真肉体假山律假景寄居语环。时空间实验正无极造化相扣环环。故本根植真草一滴多少滋润芳田。生理生性里奥虚心假意不如修禅。去无明先明漏一念定审朝暮清安。空有参真假物没有凭据智慧达观。正本位风水起一事一运转化坤干。末节年太平是一条支线牵系姻缘。同感情同志行同舟际同道齐扬帆。方向远弯处显前方分路抉择北南。万殊途同归向真载万灵妙不可言。道可道非常道强名曰道老子可参。朝闻道系死以无以伦比孔子心叹。求真道的真传道统渊远莫有自专。非口传为心应融会贯通本自俱全。以有形应无形借假修真得养尊严。美而真相善水平假面起一心感天。烦恼少清净多灵山底下世外桃源。假灯红真酒绿假造同志情义不堪。欲望身体现假清心寡欲为复简单。一指点验拟定一滴形同周载永泉。真和同真一品三宝同对济公点玄。五大教理归一路一认同安抚万端。十主体名节之一贯道脉分布五泉。大玄机假花草末后处境灵尊收元。假祖师真考验安分守己如是圣贤。是仙佛是菩萨真假就在真假之间。正坛诗。人海浪里翻腾卷起一团疾风。我曹水火惊动滚成一片橙红。一座天桥搭上衔接一段西东。并且走回云路画出一道彩虹。俺老朽。南极寿星凤。命至中道院引申早餐。老驾在问宝宝身心可嘉。瑶池水酝酿成醉魂的醍醐。仙衣斜飘然在无极的天兜。三山坡弥漫着离别的气数。天令鼓提醒了启程的当初。清净灵投入到造化的胸腹。玲珑体沦落变大地的命途。古神洞演变出百态的万物。万能心思想起形色的有无。智慧源川流过时代的进步。学问海泛起那梦想的浪珠。成功路约束于知识的程度。道德线连接至现实的孤独。回光镜照不见本来的面目。羁旅带遗失掉使命的包袱。欲望包攀援上荣华的爱慕。万花筒吸引向无尽的贪图。方向盘把握住回头的归处。功德仅储存好资粮的满足。人间道记录下人我的抱负。龙华会恢复回永恒的幸福。沉默能很久也不是秘密。人我一并最真的故事。当知道回首就开始明了。眼前的所有隐藏着什么？越诉说越迷惑，感受到才是真实的。
人我皆在同一个位置，越微笑越从容。